月台空隙。歡迎大家收睇全新一集，亦都係只係打算做一集嘅《鐵星之巔》百萬積分爭奪戰。我係陳啟泰。每日有數以百萬計嘅市民喺搭港鐵嘅時候咧，會聽到好多聲音，佢哋好少會放慢腳步停落嚟去細味佢哋。譬如話車廂閂門嘅嘟嘟聲啦，喺港鐵站聽到嘅廣播聲啦，每一種聲音咧都係經過精心嘅設計，有佢哋特別嘅功能嘅。今日我哋就會聯同9位嘅參賽者一齊挑戰呢啲背景嘅聲音，感受下城市嘅節拍。你又有幾熟呢？我哋即刻請出3組嘅參賽者，介紹我哋9位靚仔靚女先。好，男組第一個咧頭髮好金嗰個，佢主持公價咧仲叻過我，佢就係 John。仲有上屆鐵路 DSE 嘅狀元 Timothy， 同埋新進嘅 Ryan。6組嘅朋友好熟悉香港貼地文化嘅嘉瑩。跟住咧就係上屆鐵路 DSE 嘅榜眼啊 Dennis， 仲有呢個勁啊資深鐵路迷啊 Vincent。好啦，紅組啦，紅組3位朋友咧就有鐵路迷兼音樂人啊 Arvin。好啦，仲有資深鐵路迷，好有信心可以贏到今次比賽嘅2位咧就係 Aaron 啦同埋阿 Keith。係。好，歡迎晒3組啊！為咗確保今次遊戲嘅準確性咧，我哋請到一位鐵路嘅達人啊 Douglas。今日咧仲有好多問題咧，其實係出自佢手筆嘅。原來就係你，多謝，就希望幫到大家。陣間咧，大家咧對 Douglas 咧要好啲，因為下一 part 咧有一個環節咧 ，Douglas 咧可以主宰你哋嘅分數，知唔知啊？對佢好啲啊 Douglas。好啦，我哋即刻開始咧，就係第一部分嘅必答題啊，包括有聽聲題啦，同埋文字題嘅，一共有10題，答中有10分。3組咧要喺我發號令之下一齊亮呢個燈牌，我哋即刻開始必答題。睇問題，哇咁短嘅，播咗啦，播咗啦，有冇人 miss 咗啊？聽唔到，冇得再聽㗎啦。啱啱聽到呢個錄音，係以下邊一樣嘅聲效咧 ？A. 以八達通優惠票價入閘 ；B. 輕鐵列車開動前嘅提示聲音，好似有啲似係呢個；C. 車長進行手動廣播前嘅提示聲；D. 以八達通成人票價入閘。30秒時間，即刻開始。唔使討論啦，都唔使討論，好明顯啦，太唔使討論啦。真係播多次好似好啲，你哋聽到咩？你太唔留心啦！嗱，我覺得應該似車長廣播嘅，你哋覺得咧？我哋唔係做緊話劇啊，你要交流嘅，我哋要都似嘅。3秒、2秒，請亮燈。好。亮燈啊！亮燈啊！我快啲 DQ 㗎啦！咦？全部啱晒喎，每組都有10分，冇咁開心字。跟住越嚟越難㗎啦。好，睇問題。啊，好熟啊！荃灣西好大聲㗎呢個。呢首我飲歌嚟㗎。啱啱播出嘅呢段音樂係嚟自邊樣港鐵設施嘅 ？A. 扶手電梯發聲提示器 ；B. 動感行車路線圖；C. 觸覺車站佈置圖；D. 感應環迴系統。30秒倒數。我真係環迴系統係咩？你哋都唔知啊？點解會係飲歌咧？開心唱飲歌嘛，不開心都唱飲歌嘛。喂，你唱嚟聽下，喂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請亮燈。嚇，大家都識嘅？係喎，一樣嘅喎，可以錯晒㗎嘛。不過你哋係啱晒嘅，好似太易咁喎。有冇啲難啲㗎？睇啲問題。以下邊一個選項係重鐵設立開門提示聲叮當叮當嘅其一正確原因 ？A. 提示乘客列車即將到達 ；B. 提醒車站同事注意人流高峰；C. 幫助視覺障礙人士定位車門位置；D. 提示老友記幕門正在關閉啊！老友記真係好需要幫手嘅，大家係咪先？亦都冇理由，一定唔多。喂，我哋唔係好 friend 俾題，有分歧喎。請大家亮燈牌。哦，正確答案係咩咧？有人答錯咗，錯咗嗰個係講嘢好大聲嗰個。正確答案係 C 啊！你唔使驚打和到尾啦。你哋係咪諗住 A 嘅本身？我撳錯咗係咪啊？你唔好俾佢個威嚴壓到啊！你哋有自己嘅意見先得啊，知唔知啊？睇問題。好好聽啊！呢個聲。輕鐵列車通常喺咩時候啊會發出啱啱呢段錄音叮嘅提示聲咧？A. 當列車
駛入月台嘅時候，提醒乘客注意月台空隙。B. 當列車駛離月台前，提醒市民即將開車。C. 當遇上路面交通綠燈亮着，可以續航時。D. 當列車停定時，提醒乘客到站下車。唔通係當盈盈公主嚟搭車嗰陣就叮叮咁樣話俾你？唔會㗎，應該係加速㗎。哦，OK。我係 B 㗎啦。請亮燈牌。佢哋有分歧啊！唔係一齊錯啊嘛？3個都啱晒。啊，會唔會3個錯晒㗎咧？如果你問我哋，淨係我哋3個真係有機會錯晒嘅。好，睇下一條問題。幾多下嘅啫嘛？啱啱重鐵列車車門關閉嘅時候，幾多下嘟啊 ？A 係17 ，B 係18 ，C 係19，D 係20。呢個我知道答案，因為我真係數過。搭車好悶咩你？係啊，我真係數過。我哋假動作，裝裝。呢個真係啊？係啊你撳落去喎。唔得，要夠鐘先得嘛。真㗎。唔使驚，我幫你加詞，我幫你加詞。我哋一齊撳，我哋唔好話即係邊個撳咁樣，我哋。請亮燈。嚇！喂，又係我哋。大聲嗰組會唔會係啱嘅咧？定係大聲嗰組啲人通常都錯嘅？佢哋已經係大聲嗰組啦。正確答案係18下。點解18下咧 ，Douglas？其實咧喺14年嘅時候，我哋就統一咗閂門提示聲啦，個車門開關嘅時間係咁上下，所以就方便我哋更加唔同乘客咧可以知道，哦，聽到呢下聲就代表閂緊門啦，就唔好衝門啦咁樣咯。好，睇下一題。東鐵線今日嘅列車服務已經終止。你而家乘坐觀塘線由石硤尾往九龍塘嘅列車，聽到啱啱嘅廣播。而家幾點啊？知唔知幾點鐘係尾班車啊？紅磡開出係12點20。我覺得保險啲好啲。知邊個？我都有試過搭尾班車嘅，所以我有聽過，但係我唔好講咁多啦，我陣間睇下答案先。好，時間夠，請亮燈牌。B、C。喂，你硬係同我哋唔啱 key 嘅，點解？我有少少唔想玩啊。唔係，可能你啱咧。我唔聽你哋講嘢，我聽阿 Ken 哥講嘢。點解佢硬係錯嘅咧？睇問題啊！火箭升空啊 SpaceX 答開嘅。好似飛機聲咁嘅。錄音中嘅重鐵列車起動聲屬於港鐵邊款列車？我哋呢題信心十足，我交俾你哋。係嗰個啊，呢個送分題嚟嘅。請亮燈。真係識㗎你哋，即係知道邊個係邊個㗎？咩 M Train 咩係咩？係啊，一聽就知係 SP190啊。搭開就咩？搭開就係㗎啦。哇！你哋錯都唔得啦，啱晒啦。Douglas，咁我哋新款列車咧都用一啲叫做交流摩打咧去推動我列車嘅，咁所以就會有呢把咁特別嘅變化嘅聲音，咁所以就係一個 SP 遷就車，就係我哋屯馬線用嘅列車。好似啲男仔好中意改車啲響喉聲咁，即係一聽就知哦佢係咩車。但係佢冇改過喎。即係你話港鐵嗰啲列車有改裝啊？冇。但係你好熱愛嗰樣嘢，真係聽就知啦。下一條問題。呢一種列車關門聲屬於邊款重鐵列車？有啲應該冇乜聲嘅應該。最舊款嗰隻。我記得 K 車閂門都幾長。 K 車應該係 K 車。請亮燈。咦？點解咁一致嘅？頭先你又話又 C 又 Q 又 K，以萬法都要嘅。有冇試過有一題全部都錯嘅咧？我想睇下。你心地唔好咁啦。唔係，我想睇下啫。全部都啱嘅。咁多種 train，咩 train 啊 ，Douglas？我哋舊款嘅 M 車咧係用壓縮空氣推動車門嘅，咁所以咧開閂門嘅時候就聽到好大嘅空氣嘅聲音啦。咁而新款車咧就已經因為電動車門就比較新科技，都控制得比較好啦，就已經冇晒呢啲氣動嘅推動聲音啦。你出埋啲咁撩楞嘅問題，夜晚瞓唔瞓得着㗎？但係大家答得啱喎。睇下呢題會唔會撩楞啲啊？聽問題。輕鐵喺邊一年引入會發出叮叮聲同有閃光嘅智能行人護柱，去提醒大家要注意列車駛過呢？首先知唔知咩係智能行人護柱先？係咪有個什麼叮叮跟住咩請小心列車駛過？哦，嗰個就係啊，好似係，係咪啊？係咪嗰個？喂，唔好同佢哋傾偈住，我哋揀翻答案先啊！我記得龍門站嘅，我都記得龍門站，我係肯定龍門廳。係啦，但係究竟係 D 啊 D 啊 D。
咁一致，又咁一致嘅。再扮驚新科技訝就揀最新嘅年份咯。我頭先咪話咧，如果三個都錯幾好玩嘅。就係而家係咪？錯晒！正確答案係 boy 啊！完全冇印象。好，第一 part 最後一條問題，以下邊一段錄音啊係屬於 AI Tracy？A 你好，請問 Wo 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？唔好笑。B 你好，請問我有啲咩嘢可以幫到你？ C 你好，請問我有啲咩嘢可以幫到你？ D 你好，請問我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？我覺得 A 同 D 太過唔人性化啦。除咗 B 以外，我諗唔到邊把聲 make sense。亮燈。誒咁犀利，咁一致嘅，全部啱晒。第一 part 嘅必答題咧已經完結啦，補報分數先。而家藍組咧係60分嘅，綠組同埋紅組都係有90分嘅。即刻進入搶答題。第二部分係搶答題，一共有15題，答啱有30分。如果有一組答錯咗咧，其他嗰兩組咧係有機會補答嘅。呢一 part 咧嗰個難度咧亦都越嚟越高，所以咧就俾2個錦囊大家嘅。蚊子狼團就係至高無上嘅 Douglas， 同埋我啊，仲有一個咧就係刪除錯嘅答案1個嘅，明唔明？明。睇問題。好裝修咁樣，啱啱播出嘅呢段錄音，有人想撳，係嚟自邊個設施嘅？紅組扶手電梯嘅提示聲響。你講一次。扶手電梯提示聲響。呢度寫住扶手電梯發聲提示器啊，梗係啱啦，中晒啊！係咪壞咗啊？誒唔係 OK，隻手壞啊！隻手壞。好，下一題。以下邊一段錄音啊係屬於輕鐵妹妹㗎 ？A 晴天陰天團圓天，總有輕鐵妹妹在身邊。好似嘉瑩嘅。係啊。B 晴天陰天團圓天，總有輕鐵妹妹在身邊。咁似低 B 嘅嘉瑩嘅。好啊。C 晴天陰天團圓天，總有輕鐵妹妹在身邊。 D 晴天陰天團圓天，總有輕鐵妹妹在身邊。綠組 A 肯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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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頭先嗰個係戇居嘅嘉瑩係咩嘉瑩啊？唔係，係就咁嘉瑩。正確答案係 A， 啱嘅。唔得，我哋要撳下，係唔係都撳下先啊？睇下一題，請問以下邊一段文字係重鐵將軍澳線不載客列車廣播嘅正確版本？嚇！Read please。本班列車不會載客，請等候下一班車。我唔可以當你啱。而家進入補答規則就係包、剪、揼，兩個隊長猜啦。唔係，我哋題目都未消化到就發生啲咁嘅事嘅。你有組員識答啊嘛？佢一定識，所以我哋一定要阻止佢。就算你答錯都唔緊要。你猜贏咗先講啦，唔好講咁多嘢嚟。包、剪、本班列車不會載客，請稍後下一班列車。你錯啦！聽我講，本班列車將不會載客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。好，預備睇下一題。路程進度已完成20%，請繼續前進。哇，咁快嘅！用過啲咩？呢個錄音咧係為視障人士而設嘅站內導航。呢個功能係屬於邊個港鐵自研嘅應用程式 ？A. MTR Plus B. MTR Share C. MTR Love D. MTR Care。紅組D MTR Care。最後答案講多次 D MTR Care。30分俾你。係咪冇電啊？點解咁嘅我哋？你個鐘冇壞啊！下一題，現時港鐵使用中嘅開門提示音叮當係源自邊一種嘅列車？綠組 SP190嚟。當你啱啦，係近基川崎列車 SP190咧。好犀利啊！我哋好，睇下一題。請問以下
邊一句啊係機場快線由香港站前往九龍站嘅正確廣東話廣播呢？ A. 歡迎乘搭機場快線，祝各位有一個舒適嘅旅程。B. 歡迎乘搭機場快線，祝各位有一個愉快嘅旅程。黃總 B B 啊，好開心嘅咩？開心㗎，開心㗎，嚟香港梗係開心啦。可以係奇妙嘅旅程都得啊！奇妙旅程係另一條線啊，唔係呢條線啊。咩嘅旅程話？咩嘅旅程啊？愉快嘅旅程，愉快旅程，冇錯。搭機場快線真係好愉快嘅，因為有得飛啊嘛，好嘢！你哋有冇玩緊㗎？其實冇㗎，你哋有冇玩？你同我哋一樣嘅，係咯。有人咧有90分，有人有60分，有人有0分，有人要急起直追啦，有人上 round 有60分。睇問題。請問目前重鐵市區線主要係由邊位女士負責錄廣東話？負責錄廣東話。喂 DQ，喂，而家真係壞咗。你哋好唔好意思要話 Ken 哥執俾我哋啊？唔該 Ken 哥，我哋係幾咁着緊。Ken 哥第一次做百萬富翁主持，做到要執翻個掣。好，請你答。陳如欣。啱嘅。袁教授。睇下題。係我啲鼻鼾聲。啱啱重鐵列車進入車站嘅聲音係嚟自邊條線嘅？哇！第一次有人撳到啦！唔係第一次，個燈啱啱壞咗啊！你可以係荃灣線嘅 Q、觀塘線嘅 Q 或者港島線嘅 Q。嚇？一條咋？一條。用錦囊啊？用錦囊啊？用錦囊啦，梗係。我哋請 Douglas 啦，好唔好啊？留意問題係問邊條路線。OK。喂，呢個係咩 ？OK。喂，好。咁你決定係邊個咧？荃灣，因為佢最後尾嗰下窒咗。你答得非常之專業，但係錯嘅。唔緊要。有冇補答啊？有。你冇啊？爆點答？有輸。請補答。觀塘線。點解係觀塘線咧？呢隻車係 C train， 因為其實石車就同 K train 都似嘅，但係 K train 有2條線，咁就得一條線有嘅話，咪 C train 觀塘線。你講得都非常之專業，但係你今次係啱嘅。我攞氣啦！我真係下次換咗隊。我咁講。睇問題。咁犀利。頭先嘅錄音啊，係屬於第幾期嘅輕鐵列車嘅起動聲 ？A 第2期 ，B 黃總4期，第4期啊，用唔用錦囊啊？唔好嘥啊，仲有6條問題㗎咋？問下咯。梗係問 Ken 哥啦，點會問阿 Douglas 啦？你哋真係唔俾面阿 Ken 哥啫。可以揀去除一個錯嘅答案㗎。但我哋冇聽到任何，除非佢除得一個啦。Douglas 咯，就提示係呢一款車係中國製造嘅。呢個係提示嚟㗎啦。係提示嚟嘅，都有啲用嘅。你唔叫佢留意翻條題目嘅？因為呢個題目每日可以留意到。兩個答案㗎。4、5啊。好啊。好啊。最後答案5期。啱啊！頭先話4期嘅，點解改5期啊？冇啊，覺得佢再電啲，似係起角嗰架新嘅直角。係啊，即係最新我嘅嘅架。直覺覺得係嗰架直角車。似乎今日都係紅組同綠組之爭。你藍組又講啲泄氣嘅説話啦！使唔使收咗佢先嚟嘅？哇！拍定手先啊！開定等先。你唔好理我哋，我哋有我哋嘅策略。而家我哋救阿嘉瑩，我哋好，聽問題。以下邊段文字係重鐵到達尾站嘅正確廣東話廣播 ？A. 本班列車已到達終點站，請所有乘客落車。係咪肯定㗎100%用唔用錦囊？冇意思。肯定啊嘛，3位肯定啊嘛。肯定。最後答案 A 係錯嘅，請補答。補答，一定要贏啦！我今次。本班列車已
抵達尾站，請所有乘客落車。每個字都啱晒，係我唔知好嘢！喂，你多謝我俾呢個機會，多謝你，真係啊！聽聲。喺搭東鐵線或者係屯馬線，有機會聽到啱啱嘅錄音聲效，請喺以下選項揀出正確嘅原因。A. 比起市區線、東鐵線或者屯馬線列車行駛更多露天段嘅聲音。B. 上下行線交錯時由氣流碰撞而引起嘅聲音。C. 制動系統產生嘅聲音。六組多，因為你知道頭先嗰幾個都唔係。係，哇！你好聰明。咁多係乜嘢咧？你估？係交流路線要用一個真空斷路器運作嘅聲音。你話你用正常人平時我哋明白嘅解釋方法，唔該你解多次咩？即係真空咩正交流啊？因為呢個交流電嘅特性咧，咁佢會有個 phase angle 嘅差異嘅。咁喺路線中間，因為我哋有唔同供電站供電啊嘛，喺中間有位置，你仲難明過佢。阿 Douglas 明唔明啊？本身我諗住咁樣去解釋嘅，咁有人代我解釋咗，有冇着 MTR 做啊？啱嘅，俾30分佢。犀利！大家靜一靜，聽聲。當列車駛經港島線北角至鰂魚涌並經過急彎時，會發出啱啱播出極其尖鋭嘅吱吱聲。呢個聲效喺物理學上稱之為咩呢？ A. 路軌尖叫B. 氣動尖叫 C. 過彎尖叫 D. 輪軌尖叫。我知。六組。我讀 physics 嘅輪軌尖叫，個輪同個軌咧，佢哋個輪同個軌，佢哋又好親近喎，跟住發出咗尖叫啦，哇咁樣。呢度咧，我想問一問 Douglas 啊，我想試下咧去解釋輪軌尖叫會唔會係因為咧鐵路啦掟彎嗰陣時咧，一邊咧個速度同另一邊唔一樣噶嘛，咪會掘咯。Ken 哥講嘅嘢都非常之有邏輯，亦都即係講呢個係正確答案嚟嘅，係啱嘅。頭先嘉瑩所講啦，架車其實經過急彎嘅時候，特別係車轆嘅邊位，我哋叫 flange 個位置，即係個車嘅輪緣啊，佢有時會接觸到，咁所以就會有一啲比較高頻嘅尖叫聲啦。咁其實好多路段都有急彎啦，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做咗啲措施咧，去減緩咗呢啲噪音嘅。我覺得我個解釋易明啲，你解釋都唔易明嘅。講笑啫，睇下一題。請問喺咩年份往柯士甸站嘅廣播加入咗高速鐵路嘅？紅組2018。哇，嗰個樣 firm 到。好 firm 喎，你答得。高鐵2018年9月23號通車㗎嘛，我冇記錯。凌晨先去完嚟。你拍定手先啦。係，等先。你記唔記得我哋百萬富翁嗰陣時，啲人拍定手通常都輸嘅。我哋係反常。係啊，我唔係讀 drama 㗎。係啱嘅。好咬得好緊喎，佢哋。咬咩緊啫？追唔到啦。唔係，我話佢哋咬得好緊。聽聲，聽聲。啱啱播出呢段錄音係嚟自邊一個維修保養工序 ？A. 路軌保養 B. 磨滑列車車轆 C. 列車洗車 D. 六組 Boy 磨轆，即係磨滑列車車轆嘅簡稱磨轆。用唔用咁咯？用咯，我哋用咁羅生揀答案。刪除一個錯嘅答案就係 C 列車洗車。哦，好似幫唔到啊呢個。B 咁我哋就係磨滑列車車轆。磨轆，嗯，係啱嘅。有兩組嘅人咬得好緊啊，另外一組人咧就陪跑陪得好 hea 啊。阿凡攞翻嚟，你俾咪搶咗隔離個鐘，好似實際啲。最後一條問題，今日嘅生死存亡就係靠佢噶啦，我哋聽聽聲音先。啱播出呢段錄音係嚟自邊個系統 ？A. 制動系統
紅組 A 制動系統。我好想俾你啱，但係如果你答啱咗咧，呢人錄咗打和咯，咁到時又打交喎，直接打交咯，道咯，真係啱喎！時間過得真係快，25題問題咧都玩完晒啦，報一報而家嘅分數先。好，男組而家嘅分數咧係離奇地低嘅60分。以不變應萬變，我哋 keep 住個綠組290分，唔好拍手字，因為紅組都係290分，即係話我哋要進入突然死亡啊！大家聽住啦噃，識得安全使用扶手電梯嘅你，請問以下邊一句先至係現時有關緊握扶手嘅正確廣東話廣播文字呢？ A 使用扶手電梯時，請靠右企穩及握緊扶手，切勿喺電梯上走動。B 使用扶手電梯時，請企穩及握緊扶手，切勿喺電梯上行走。C 使用扶手電梯時，請企穩及緊握扶手，切勿喺電梯上走動。喺邊度？你啲藍色唔撳嘅？綠組。使用扶手電梯時，請企穩及緊握扶手，切勿喺電梯上走動。請切勿。好緊張。今日勝出嘅朋友係綠組。你好 high 啊！我都好 high 啊！你 high 唔 high 啊？好 high 好 high！好，我哋恭喜晒綠組嘅朋友。有請出呢個問題最騎呢嗰個 Douglas 頒支票，100萬分嘅 MTR 積分。恭喜！哇，有名㗎噃！呢100萬分咧可以換取港鐵車程優惠啦，同埋兌換唔同港鐵商場或者車站商店嘅優惠券嘅，開唔開心啊？開心！仲有一樣嘢開心就係你哋3位啊，係進入咗我哋嘅隱藏關卡，就係鐵星之巔嘅終極之戰。如果贏咗個其中嘅朋友咧，可以額外獨得100萬分嘅 MTR 積分。死我啊！喂，仲有我啊，仲有我㗎。正，終極之戰。點解呢幾個手下敗將仲喺度嘅？原來啲手下敗將係呢一 part 終極之戰嘅裁判團。嗱，呢一 part 好簡單，陣間3位小朋友咧就要充當車長一次，做一個廣播，講得最好嗰位咧就可以攞到100萬嘅積分。我請到另一位港鐵嘅大人，佢就係有啲似我嘅 Ocean。喂 Ocean，你廣播好似好叻㗎喎。其實我哋喺車站前線嘅工作咧，除咗一啲日常嘅廣播之外咧，我哋都會因應情況啦，人手做一啲嘅廣播去傳遞資訊嘅。經過不同部門精心嘅設計啦，確保咧用最精簡嘅內容咧去傳達到個信息㗎。咁點樣先係一個好嘅廣播咧？大家搭開港鐵咧，都經常會聽到一把女聲嘅喎。佢就係自1992年已經為港鐵錄製廣播嘅陳如欣教授啦。陳教授亦都運用咗語音學嘅專業，完美融入咗香港人嘅生活節奏之中。計分嘅方法好簡單，我同 Ocean 咧每人有20分，後邊嘅朋友仔咧每人咧都有10分，計埋咧就係100分。有3分鐘俾大家組織，主題就係早上8點鐘為 Blue Monday 打打氣。好，請你哋做車長。大家好，我係 Cherry。錄製一段專業嘅廣播，秘訣就在於腦、心、耳，要自己先理解內容，而唔係好似機械人咁死記硬背，再根據情況調整語調。因為同一句說話，經由唔同情緒傳達，意思就完全唔一樣。仲要控制語速，避免過度包裝聲音，乘客自然就能感受到你嘅專業同用心。大家玩得開心啲，加油啊！好，我哋 gentleman 啲啊，俾女士多啲時間諗啊。我哋請 Vincent 先。
星期一 Blue Monday， 心係咪仲喺 holiday 呢？未瞓醒唔緊要，返工前食個早餐，叉足電，準備迎接新一天。搭車記得聽廣播，睇地圖，留意下到站未？到站落車就最 firm 啦。好危險，呢啲會呼籲啲人喺度食嘢咯。係啊，點解你咁咩？俾分係喎，你多啲。喂，你唔同我㗎 level。有請 Dennis 啊！早晨啊，各位 ，This is your train captain speaking。我哋即將帶大家送到目的地。雖然今日係 Blue Monday，但今日沿途行車就非常暢順，會早少少到。希望大家把握好時間，食個靚早餐先開工。記住 keep 埋個靚 mood 啊 ！Sit back, relax and enjoy the trip. Thank you。哇，去旅行咁啊！哇，更加 blue 啦，個 Monday。點解佢哋成日要講食早餐嘅？因為食早餐就唔嬲啊嘛，有 mood 啊嘛。你咁差？喂，點解咁差嘅有啲？你哋應該係有私人恩怨。唔該，嘉瑩。早晨，驅使你今個禮拜有動力起身嘅唔係夢想，係我啊！聽到呢段廣播嘅你冇戴耳機喎，咁等我唱兩句俾你聽啦。Only you， 勤力的香港人，今個禮拜辛苦你啦，加油！好難搞喎，呢個評分係。我有少少想返工，但係聽完，我想落車啊，有少少係。哇！你哋係咪收咗錢㗎？勁啊！好緊張，結果已經喺我手上。第3名 Vincent 68分 ，Dennis 75分，嘉瑩88.5分，係今日嘅冠軍黃嘉瑩。Ocean， 麻煩你哋頒咗呢個第2、第3先啦。好，送個小老婆俾佢哋啊，等下翻屋企咧可以多啲練習啊。哇，獎牌嚟㗎！好啦，頒埋呢張100萬分嘅支票俾我哋嘅勝出者黃嘉瑩。至於我哋評委咧，因為勞苦功高啦，每人都有100分嘅 MTR 積分送翻俾佢哋嘅。哇！多謝晒，多謝晒，多謝晒！多謝你！喂！哇！大家真係玩得好開心，不過我都好開心。因為今日咧可以成功咁話俾大家聽，港鐵呢啲背後嘅聲音咧，真係香港人生活嘅一部分嚟嘅，都係經過重複測試同埋反覆咁打磨，先可以做到今日咁，一聽入耳就明。嗱，今日我哋從聲音出發，成功咁將港鐵服務背後嘅故事咧呈現喺大家嘅面前，等大家下次搭港鐵嘅時候啊，聽到嘟一聲都感受到佢嘅用意同埋溫度。到站啦，我落車啦，後會有期。我最難忘嘅 moment 咧係認識到一班鐵迷咯，唔識啲問題就皺晒眉頭，一識咧就雙眼有火咁樣。人係有熱愛嘅嘢就會發光嘅。原來自己都唔係乜都唔識嘅喎，係冇乜自信咯。尤其最後啊嗰個搶答，其實咧覺得係㗎啦，但係一路都唔敢撳。好刺激啊！估唔到原來咧問聲音咧都可以問到咁多問題，有啲聲音都真係聽都未聽過。我玩完個 game 之後，完全係熱到出晒汗。平時搭車就戴住個耳機，忽略咗好多平時我聽唔到嘅聲音。即使我哋就話唔係好高分，但係沿路上都有莊狀去鼓勵我，同埋其實我估唔到，因為我真係純粹好想俾啲鼓勵佢，然後希望佢應付得到。但我估唔到我咁樣做係俾咗咁多溫暖佢。我諗就好似港鐵咁咯。如果下次再參賽嘅時候，真係溫多啲書先，因為我唔係想要100分。做過好多啲鐵路研究啦，但係反而對於呢啲身邊嘅聲音咧，聽得多嘅時候就忽略咗咯。陳啟泰喺我前邊咯，佢喺電視機度辛辛苦苦爬出嚟。我覺得我跳咗入部電視度，原來係真係會有嗰個唔夠膽拍定手先。佢個節奏，佢個 placing 咧係做得好好，真係 number one。要正常好 proper 去噏到一句好完整、好長嘅廣播，都會有啲困難。今次可以贏到咁多 MTR point，我應該會送俾我細佬，希望佢每一日返學都記得家姐千辛萬苦喺出邊幫你賺嘅 MTR point。記住啊，家姐啊，細佬聽唔聽到啊？我啊。